你而家收聽嘅係普世佳音嘅靈修節目，每日箴言，係由高飛揚傳播製作。2月28日，喝湯時刻，歡迎收聽每日箴言。我哋一齊嚟聽一段嘅聖經，希伯來書嘅第10章19到25節。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是藉着他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他的身體。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並我們心中天良的虧欠已經灑去，身體用清水洗淨了，就當存着誠心和充足的信心來到神面前，也要堅守我們所承認的指望，不致搖動，因為那應許我們的是信實的。又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都要彼此勸勉。既知道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此。喺疫情前呢，我哋嘅教會曾經有機會去參加心臟與中風基金會主辦嘅暖心湯宴比賽。我哋同市裏邊其他嘅機構同埋廚師一齊，為到大約150人提供湯品。呢個唔單止係一場籌款活動，更加係結識新朋友，並且介紹我哋教會嘅良機。我哋確保提供嘅湯品品質一流，並且因此獲得咗獎項。喺呢個活動裏面，為到我哋創造咗服務同埋分享嘅空間，亦都讓更多人了解到我哋嘅存在意義，以及神點樣臨在喺我哋嘅教會，同我哋去同工。喺之後一屆嘅湯品大賽因為疫情取消咗啦，但係今年會再度舉辦。我哋教會亦都將會參與其中，分享福音同埋美味嘅湯品。咁樣再次激勵到我哋走出慣常嘅空間，去睇下耶穌喺其他嘅地方有啲咩嘅作為。我哋渴望運用熱情好客嘅恩賜，向神嘅子民嚟到傳遞佢嘅愛。你點樣以彼此相顧去建立聯繫呢？喺你嘅社區裏面，喺邊一度可以成為傳播福音嘅場所啊？你喺邊一度睇見基督嘅平安喺度閃耀呢？親愛嘅主啊，求你幫助我哋激發愛心，勉勵行善啦，讓我哋為着耶穌嘅緣故，透過見面、禱告、交談同埋行動，思考點樣同世界同埋社區去建立聯繫。求你幫助我哋成為照亮新領域嘅光。阿門。你而家收聽嘅係普世佳音嘅靈修節目，每日箴言，係由高飛揚傳播製作。